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政府破发现金1万块，你敢有去领？讲目前还阁有732万人也未领。啊，为今仔日开始，会当到转台湾的邮局去领现金，但是爱照身份证的尾号来分流。身份证尾号是卡的，是拜1、拜3甲拜5领；尾号是双的，是拜2、拜4甲拜6去领。这民众行入邮局要领普发现金1万，为今仔日开始，伫咧邮局卖档临柜领现金。为什么一大早就来了？看看有没有排长龙。因为怕太多人，所以要抢头彩。摕到交ตู้队钱，规暝民帮拢笑眯眯，不过嘛是有人唔知影分流的规定。您知道今天有分流制度吗？不知道什么叫分流制度？就是他们的第一周会看身份证的单数或双数。真的吗？就今日人伤济，第一礼拜邮局会看身份证号码来发，尾数徛会民众会当伫咧拜1、拜3、拜5来领，啊若尾数是双会民众会当伫咧2、4、6来领。不过年满65岁是大人含身心障碍人士，就无这个限制。都没有健保卡，我们要过健保卡。邮局领现金头一日状况嘛是真济，有民众听到要找健保卡，拢赶紧检查证件敢有差，因为除非本身无健保卡，才当用身份证，或者是居留证号码领钱。阁有一寡有伫咧领国民年金、老人年金的是大人，特别走到邮局，才知影1万早就汇入口册，无说你白走一撮。虽然1万顺利领到，说落来嘛爱好好规划。先存起来吧。留着家用，对贴补嘛。那1万块没什么储蓄了哈。根据统计，24号之前有170万民众已经领草，剩732万人也未去领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